蔡圭，你忙完了，我们一起去打麻将。我教你打麻将。我说我不会打麻将。他说你不要不会打麻将，你不会打麻将，你就会像现在一样每天都笨笨的。他都骂我笨笨。他说如果会打麻将，你脑筋就会转得更快，你就不会被人家欺负。罗美一路好走，罗美一路好走，我真的好伤心，好痛苦，我实在是太痛苦了。我跟大家讲一下罗美，她和虞美人的个性实在是太像，是我们演艺圈的真正的什么叫义士，仗义勇为，尤其是打击这些恶魔。不管是制作单位还是演艺人员，大家合作一点。罗美今天的死让我感慨很多。你知道一个70几岁的人在里面哀嚎大哭那种感觉，你们就知道我有多伤心，有多痛心啊！她真的是一个，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好的一个女人，真的。但是他对我这个土包子10几年前去上海，第一件事情请我去吃上海菜。这个女人真是的，我们2个吃，她叫8个菜。她说你来这里要花了88，这个女的不提这个好，谢谢大家，真的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他的灵魂在他去的地方可以很快乐，因为她是我的伴娘。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，她是我的伴娘。我跟她认识已经30几年了。我喜欢她，因为她其实对我很温柔。她每次跟我讲话，都很轻声细语的跟我讲话。然后我很对不起她的一点就是，她每次看到我就说：“蔡圭，你忙完了，我们一起去打麻将。我教你打麻将。”我说我不会打麻将。他说你不要不会打麻将，你不会打麻将，你就会像现在一样每天都笨笨的。他都骂我笨笨。他说如果会打麻将，你脑筋就会转得更快，你就不会被人家欺负。他就是这样子，对人很好。他其实很温柔，我想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他真的很温柔，很温柔到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，因为很多人以为他是那种叭大辣辣的，可是他真的不是。他跟我在一起每次都好温柔。然后我觉得刚刚看到他之后，我在想，好，我今天开始我要去买麻将，跟我老公学打麻将。